預算200個起步嘅中山城區第4代住宅點樣揀啊？嗱，中山城區咧其實就只有3個第4代住宅嘅啫，保利龍湖同埋陰陽。而200個起步咧就只能夠買到佢哋入門級別啊119方戶型嘅。咁我哋先分析下邊個最適合你啊？嗱，產品方面對比下，首先就保利朗悅119方啦，佢得反率去到128%嘅，咁啊買119方咧就可以用到153個套內面積。咁電梯前廳咧就3個產品入邊最細一個，接近10個方，開間2.2米嘅啫，放呢啲日常外出用品咧就溫貼布單嘅。勝在咧交樓就已經幫你封埋窗噶啦，咁所以嚟講咪 OK 啦嚇。餐廳開間4.45米啊，33個方，經後錯層南北露台，可以選擇翻呢個南邊露台睇翻東區嘅城市景啊，或者北面露台睇翻自己嘅園林。雙面採光開放式嘅廚房，2.5米開間啊，洗手盤對翻飯廳，邊做家務邊睇電視或者靚仔都冇問題。陽台係3個項目入邊咧最長一個，如果加埋呢個露台咧就接近11米噶啦。而偶數牆方面直接可以連接翻2個客房啊，可以喺封陽台嘅情況下咧唔使用烘乾機。第一個南向客房啊，偶數層佢可以連翻露台嘅啊，開間就3.2米，多啲有15個方，因為佢進深有4.7米啊，足夠放翻一個大衣櫃，甚至做埋個衣帽間都 OK 嘅。而第二個南向客房咧，佢可以連陽台，都係3.2米開間，有啲方正11個方左右。跟住到北向客房啦，開間2.8米，最細嗰間都有11個方。主人房開間4米啊。套房設計21個方，衞生間都超4個方，進深去到2.8米㗎。咁相對其他2個項目嚟講咧，呢個產品就中規中矩，冇位置做衣帽間㗎啦。但相對於整體嚟講咧，佢每個客房都唔細，最突出優點就係個陽台真係夠長。再提一提基數層嘅露台咧，就喺飯廳對出位置，就廚房隔離嘅啫，望住自己園林嘆嘆茶，其實都幾舒服㗎。反正喺中山咧，其實夏天北向都會有採光㗎。跟住到龍湖香山仲有117方啦，129%嘅實用率啦，買117方可以用到151方，電梯前廳12個方左右，開間有2.9米，比朗悅再闊少少啊20公分。交樓同樣都係已經封好窗㗎啦，都係可以放啲日常外出用品嘅。餐客廳方面開間咧就去到4.5米，都係闊少少，有35個方。廚房開間2.4米，雖然佢係比朗悅窄咗10公分，但係因為佢交樓咧冇道台贈送嘅，所以空間上面嚟講咧都係會比朗悅嘅廚房大啲啊。但如果你加上道台就有啲窄啦。陽台只有4.5米㗎咋，就唔算長嘅。咁啊，機偶數層露台咧就分佈喺呢個陽台左邊或者右邊嘅。如果封陽台嘅話咧，可能真係只能夠擺烘乾機。第一個南向客房開間去到3.3米，有16個方㗎。而第二個南向客房開間就2.7米啦，接近10個方左右。第三個南向客房開間有3米，10個方。衞生間開間1.6米啊，主人房開間都有4.1米㗎。套房設計超28個方，戶型優點就係咧，所有房都係南向嘅，但就因為全南向，樓梯背後嗰間客房咧，其實影響就唔算大，但其餘嗰2間房嘅開間咧窄啲啊，都係嗰句話，北向係大山南路。好彩嘅就係戶型設計上面咧就避開咗呢個問題，所有房間咧就冇北向嘅。採光方面其實都唔需要多講㗎啦，之前視頻都有講過，採光係冇問題嘅，但係咧個物理距離咧就只有50米，唯一問題就係低層嘅景觀咧係有啲壓抑嘅啫。而且主人房個對角位置咧確實有啲尷尬啊，單邊位會好少少，不過陽台咧就會俾客戶感覺咧壓抑，因為啲矮啊。仲有一個就係陰陽月神119方戶型啦，第4代住宅入邊嘅性價比黑馬，可以咁講啦吧。畢竟得房率去到145%，套內單價應該最平嗰個嚟㗎啦，買119方可以用到170方嘅套內空間，但贈送部分睇你點樣諗啦。27個方嘅電梯前廳冇辦法，真係正。但話時話呢個位置我先唔講佢可唔開封窗先，主要問題係大到唔知點用。其他2個就話可以放下啲日常外出用品啫，但人哋都係只不過10零個方㗎咋，而裕神講緊嘅係27個方喎。你話用嚟飲下茶啊，確實可以嘅，但係有個好尷尬嘅問題，唔知你有冇諗過呢？因為佢專車專戶，有冇一種情況係隔離個電梯壞咗，要過嚟呢邊搭電梯，啱啱好你喺度飲緊茶或者傾緊公事，又或者私事，會唔會冇乜隱私性呢？而基數層因為個電梯前廳有突出部分啊，我都係嗰句話，咁啊買咗嘅業主可以睇睇以後有冇辦法咧做翻個棚啦，然後再加個落地窗，然後嗰個位置你可以晾晒衫㗎。3.15米層高加上48方嘅餐客廳，5.8米嘅一個大開間，相對於其餘2個項目嚟講咧，佢真係唔使改房個廳都夠大，而且南北無遮擋，雖然少咗個陽台啊，但相對進深咧冇其他2個項目咁深，所以個雙面採光咧會更加好。而且咧因為廚房係凹入去入邊嘅，並冇流行嘅 LDKB 設計，所以相對於飯廳嚟講佢更加大，開間都係去到5.8米。廚房反而中規中矩，但其實我覺得冇乜所謂啦，廚房啫嘛。而另外就廚房入邊仲有一個生活陽台，細啊細啲㗎啦。咁勝在咧其他2個項目冇啊嘛，但都只能夠同香山總一樣啦。佢呢個位置放下烘乾機啦。宮外嘅設計有啲特別啦，喺客廳嘅另外一邊，有人會覺得咧好似遠離呢
個瞓覺個區域啊，但實際上嚟講咧，呢個設計佢別有用心啊，因為佢隔離係一個南向客房，你可以當佢長輩房，就係為咗方便老人家晚上去廁所唔會影響到大家啊嘛。但呢個長輩房佢只有3米1嘅開間，12個方，又係3個競品入邊咧長輩房最細嘅一個啊。而另外2個客房咧，佢鏡面對住嘅，一個南一個北嘅開間都係3米，都有11個方。主臥咧有啲誇張啊，大套間設計合計有33個方，同類型產品入邊最大，但係開間只有3.7米，不過我覺得夠用。預留嘅衣帽間空間咧，佢比香山仲更加大。如果要計埋露台嗰部分啊，足足有40個方啊，講緊主人房啊。但露台喺主人房其實真係要睇翻適唔適合自己嘅使用場景咯。覺得邊個戶型邊個樓盤適合你嘅，需了解中山樓市資訊嘅，記得啲電話。嗱，關注我啦！